待着。一个月5000块，现在路远在那穿一件行动不便的窗户，就连墙壁有病。人出入把酒精我吐在楼梯上，除了养菇，邻居说他住这么久没交过房租。玩笑漫步也罢了，3000烦恼丝。我把我的随便，洗脸睡觉闹随便，反正没交房租也没交过时间了。我这世上应该没人不知道，没有白吃的午餐的白，堵着新安路，让人和所有商门都以生命涂炭，让人望尘莫及的那小山，当年飘散到空中，岁就要烧干，你何时会选择靠岸喂，房东电话怎么召唤他？越往下要把我睡人，没有钥匙就闯进你的门，你不懂我谁，打破一般的手艺，让我猜这个姐姐人没心也没我们太大，原谅我没有说的拜拜，谢谢招待，我会随注意让在台面跳动音乐。现实早晚剩下肉，我买手很少颜值，百度什么见仁见智，摆渡人看到不怕，他有可能会在看到我不幸的狐狸眼屎肉豆腐底下有些冰狗，这件事他知道吗？狐狸拿着金烟抽，靠岸的灵魂正透过岩石在慢慢消拉，越往下要把人没有钥匙，别闯进你的门，你不懂我谁，打破黑板的色一让我猜这个姐姐人没心也没我太太，原谅我没有说的拜拜，谢谢招待，我会特别注意到在外面叫做音乐。是房东太太 ，OK 啊，然后就是